那平常呢，我们最容易听到的呢，像是观世音菩萨或是文殊菩萨等等呢，是我们耳熟能详的。那不过在藏地呢，就是对于地藏菩萨呢，就是比较少在流传，所以在这边呢，稍微介绍一下，就是地藏菩萨的缘由。那当时呢，世尊还在世的时候呢，那有一次世尊呢，他就到印度的南方。那到印度南方时候呢，那地藏菩萨就和他的眷属呢，然后来拜见世尊。那地藏菩萨他们快要到世尊所在地的时候呢，那天上呢就开始降下了花雨，那还有像是宝石雨。而且这些花还有宝石呢，就是数量非常的多，那都可以堆积起来呢，像一座山一样。而且不仅如此呢，那时候天上呢，就是自然出现呢，就是皈依三宝的声音，那也出现了像是我们一切的色声香味触，那还有受想行识五蕴呢，那如幻化、如闪电、如阳焰般的这种声音，在空中出生。那同样呢，天空之中呢，也出现了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有漏皆苦、涅槃极尽是法印的这些声音。那这时候世尊的弟子呢，就非常的欢喜，因为他们发现说，这些天上降下来的这些宝石呢，它是实际上呢是可以取得的。那不仅如此呢，在这个时候呢，世尊身上呢也是照射出光芒。那这些光芒呢，凡被这光芒照射到的弟子呢，那他们的身心呢都会感到安乐。所以这个时候，在世尊身周的这些眷属还有弟子呢，他们就非常的欢喜，然后也非常的随喜。那不过每一个人都在想说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子良善的这种征兆呢？那这个时候离世尊最近的呢，就是第四天33天忉利天的天主呢，第4天。那这个时候呢，他就合掌，然后呢祈请世尊。启白世尊说：“世尊，想请问您为什么现在呢会出现呢？就是天上降下花雨，还有宝石雨，那以及空中呢出现这些说法的声音，那这样子的相状呢，到底是为什么会出现？”世尊呢就对第4天说到呢，那现在呢就是有位大菩萨，那其名称为地藏。那他现在呢正在赶来。那地藏菩萨呢，他本身呢就是并不是只有现在呢才出世于世间，他从过去呢久远劫呢就已经不断的呢在利益众生，乃至于到现在或是将来五浊恶世的时候呢，他都会不断的呢在利益众生。而且地藏菩萨呢，他在利益众生的时候呢，并不是只有在佛出世的时候才利益众生，乃至于说诸佛尚未出世之时呢，那地藏菩萨他也是在不断的呢救度众生，济拔有情。那为什么他今天会来这边呢？因为他知道说导师释迦世尊呢，也就是我呢已经出世，所以他来这边做供养，而且随喜世尊呢就是能够利益一切的有情。那他在出现的时候呢，他会示现出比丘的身相，然后前来做供养。那地藏菩萨他的功德呢是非常的不可思议，而且无量无边。那即使要讲呢，也没有办法讲完。那所以这边呢，就为你们概略的介绍呢，就是地藏菩萨的这个功德。那世尊呢，就对第4天呢说到说，地藏菩萨呢，他本身呢，就是能够承办一切的希愿，就如同如意宝一般，而且他呢，就像是在他身边呢，我们的地道功德呢，就不断的能够增长。而且呢，它就如同宝藏一般，就是无论任何的东西呢，你去跟它希求呢，它都能够不断的涌现。而且它在去除我们的无明呢，就像是明灯一样。那在去除我们的烦恼痛苦呢，就如同秋天的月亮一般。那在去除我们的病苦呢，就如同医生。那同样呢，它也能够去除我们的贫困呢，就像是如意宝一般。所以呢，就是为什么呢，现在会出现这些天降花雨以及宝石雨的这些征兆。那最主要呢，就是因为地藏菩萨正在前来的缘故呢，所以会出现这些吉祥的象征。在世尊说完地藏菩萨功德没多久之后呢，那地藏菩萨呢和他的眷属呢，就以神通力呢，然后快速的到世尊的跟前。那地藏菩萨和他的眷属呢，都是示现比丘的圣像呢，然后来
见世尊。那见到世尊之后呢，地藏菩萨和其眷属呢，就对于世尊三顶礼。顶礼之后呢，就是又绕世尊三圈，然后呢，做了无尽的这些赞颂呢，来赞扬世尊，并且呢，就是撒花供养世尊。那同样呢，世尊的眷属们呢，看到地藏菩萨的功德之后呢，也觉得地藏菩萨非常的不可思议，所以呢，就对地藏菩萨呢行广大的供养，那就像是供养花、香水，还有灯，那以及像是山衣等等，并且呢，对世尊祈白到说呢，今天我们能够见到地藏王菩萨，并且值遇地藏王菩萨呢，真的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情。那除此之外呢，就是念诵地藏菩萨的名号呢，那也具有无边的这些功德。那为什么仅仅称念地藏菩萨的名号就能够具有无量的功德呢？因为地藏菩萨呢，就像刚才所讲的一般，他在无量劫以前呢，乃至于说在无量浊世当中呢，他不断的利益众生的缘故。那因为不断利益众生的缘故呢，所以他累积了无尽的资粮，所以他能够呢，仅称念他的名号就具备无边的这个功德。那所以呢，如果我们能够平常呢来念诵礼敬供养皈依地藏菩萨摩诃萨的话呢，那他能够具备哪一些功德呢？那第一个就是念诵者能够累积无量的福德，而且呢，世尊也有讲到说，就是我们称念地藏菩萨的名号的话呢，那称念地藏菩萨的名号呢，比我们去念诵其他佛的名号，或者说其他菩萨名号呢，能够累积更多的这个福德，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就是我们念诵地藏菩萨名号呢，我们能够息除一切轮回的痛苦。那第三个呢，就是能够获得安乐。那第四个呢，就是我们的所愿呢，悉能够成办。第五个呢，一切烦恼呢，皆能尽除。所以念诵地藏菩萨的名号呢，具有不可思议的功德。那刚才呢，我只是对于地藏菩萨的功德呢，做一个非常简短的介绍。那世尊呢，其实在经典里面呢，在介绍地藏菩萨功德的时候呢，那其实是以非常广大的方式呢来做解释。那我们既然呢要修学地藏菩萨的法门的话呢，那我们该在如何行持呢？我们在行持的时候呢，就是在殊胜日。那殊胜日呢，就是在东方的年历当中呢，就是常常会有出现诸佛菩萨的生日啊，或是出家日等等的这些殊胜日里面呢，那在殊胜日的时候呢，我们来对地藏菩萨呢来做祈请。那在口中呢，就是念诵地藏菩萨的赞颂，那或者说呢念诵他的名号，然后在早上或是中午晚上，就是大家有时间的时候呢来做念诵。那乃至于呢，就是对于地藏菩萨来做礼敬。那在礼敬的时候呢，并不是说礼拜呢就一定要靠大礼拜。那我们知道说，一般的像是我们的平常的短拜，那或者说呢紧紧双手合掌，那这些呢都是属于礼拜的一部分。乃至于说我口中呢念诵赞叹地藏菩萨的赞颂呢，那同样呢这是属于一口的这种礼敬。那最主要呢，就是我们内心呢，只要能够有至诚的心呢，然后去意念的话呢，那无论身口意呢，那都是属于礼敬的一种。那除了在殊胜日呢，能够对地藏菩萨来赞颂礼敬之外呢，那同样呢，也可以好好的来做忏悔。那忏悔最主要呢，就是在内心当中呢，升起追悔心。想要净除这些罪障，然后呢，再升起一个不再造作的防护心。那以这种方式呢，来和地藏菩萨做祈请的话，就是在这些殊胜日做祈请的话呢，那所有的功德呢，都能够无尽的增长。那这里讲的呢，就是该如何行持地藏法门的方式。我们松巴的松巴，哈拉扎拉，马巴夏，马努达，阿摩嘎。benza senda sowa sumba no sumba haratsara mahapasha manuda amaga benza senda sowa sumba no sumba haratsara mahapasha manuda amaga benza sa naje teo de tainsa sa tu ran sama senda sowa。那刚才仁波切在念咒的时候呢，就讲到说最后面的这个扁扎沙斗梭哈呢，那个沙斗呢看起来比较像是桑达。第一句了呢，真假这节吧的马龙的，然后马龙的，
Rinpoche will actually recite the 108 names. 那接下来我们一起念诵108遍的加释个咒。给的哎呀，现在搞我说个那么的，免得撒野大白给的，不是你们增加啥结巴中的结，见过去结巴全部像就生吧什么的，不是你们送吧的送吧嘛，把咱们那的嘛干别的啥都说，天天用的结巴的送的，先嘛到点都经过他们。这是感觉有完就是所以你比如说当节讲的多些渐渐面给点进步来说了啥的就这样把这真的说呢原来把面就你把时间工作动啊当你把这都把的今过了都过的你把工你把工作过把这当这边嘛当这你把嘛过的就到了虽然说去这三个经济得到人的这讲也讲究人的多面的开发感觉说啊，对呢，没把这把单开发用的东西就多半就得到上面的那东西，对，所以我觉得所以你不是就那民间自己没办法你不是。我觉得特别健康啊，毕竟真的是你不是昨天就把这事情决定，所以感觉等爸爸以前特别弄给他所以我的你，同时前把你们就你目前不是早上啊，如今家就是事业稳住，开头前给我下达个今天这边我说等爸爸这你对这我本你本基本，我们上节说我学了。今年马路上的家老师今天我看到我节目都没怎么生意。那给王局上你嘛节目是你的王局节目不好就但他也弄这边所以王局就有点就弄去，有点家属刚结完有点那做弄这边这些是不是就是他在给，他把节目这方面学把节目这些话，他这边经过就都是讲讲，都是经过了没多头，我这节目家人把别嘛节目这些话。那讲节目的就是设计节目的就是那都是的弄。没多推荐件，你像那种这边感觉这个就是多就俺多就到啥也到，啥东西东西春节有啊，碰上做他们讲那么大，没给多就就把真是的，没多俺别多就主要什么等了这边东西感觉东西俺不多你，怎么前就等今天做生意这些你一做了的这帮那这帮人眼前啊。那个现在多方面别人家的市场多方面别人你们怎么大把真的送去那把原来的讲多叫不见你就到这大把就我上到一些剧院的上班人跟地方人我把东西大把有的人大把就我今天人家你不得工作就能叫我去吧了结果是就这边的样东西那些我的多些少我大把人家现在我不是差不了，这不能这我的这我把这么大把的上去了，我面子对吧？是经过马路关键的时候去经过那拉给这些路边有那些猪八戒们那的去当这边都把们经过这些我的我是经过那的是那是经过马路关键的检查嘛我这多些进去嘛的你样的。大把现在样的大别经过今天中国大把现在经过现在结果小多些你们的大把节目就马路特别为什么所以你们所以你们把对没把这结果把有那的手进3月做的大约经过什么嘎达在嘎达当啊结果的一些东西就么弄给都是他们来的到就把结果的结尾边在高人在，那么这是马来耶，就上嘛，那么的这东西你们是谁就我的这咱的就，都是经过了大概的这把东西把东西这是不得怎么，就往修往去这的都是人家的民间自己就那就都是什么顿呢，都是啥什么往去没有的你我的你民间自己就。你把多把的那所以你那俺马桶是，你家自己就决定，你把多把的那些所以你那俺马桶，你家自己他妈的他就弄这个我的，你把他们说话的这么关键有的，第一些真把他们不说错吧。对比没，你家自己给我的大的，大的就话，你家自己他妈的上班工作就话，那就让他们
배연 배제 제만의 이들도 다만 사이님보 전서와 대바든데 전에 간저 배제 자체 자마도 민자자 제다마 민내 간지 제바연 되는 뉴도 뭐 사이님보 제자전 제수한테 제바 줘서 다 중앙 켈람바 담자요 중앙선나 그 전주점 사이님보가 다 천주에게 다 소환되네 냠내 지인스 담자지고